促进客家文化延续是台中市政府自强的重要实质目标。市政府希望在同时起一张刺激100公尺边内的土岩楼，在4个会所当中，托个能办好保存登记。都好爱完本国有财产口的董事国公口子，台中市校委会硬是提判例百用尝试，希望在5到13年内得到无偿百用取得土地。不过，也在规划引起地方同文化界正反的意见，支持的人讲是影响精神，反对的人讲台湾的上面文化当中根本都无言了。到底乜嘅建筑是在代表台湾，尤其是太普客家呢？喺台湾起洋楼嘅意义又係乜嘅？來看下嘅報道。安市嘅高原地度，搶塘嘅道上嘅支支棍，還有一群野狗走來走去，也係無人頭用嘅 Q 董事高工。台中市政府規劃奧圖亞去客家道功能文化園區。因为这个蔬菜呢，看起来视野非常的好了哈，啊，完全为原来东西太桥了，看啦哈，都看得到人家该蔬菜啦哈，啊，加面积嘛就8.4公顷啦哈，实在讲规划起来非常的适当啦哈。过来，人家嘛属地，人家三乡地区啊哈，东西实在讲哈，人文啦哈，亲。适中的蔬菜啦吼。图书馆喺 Q 嘅董事高讲请高讲嘅蔬菜，不过也看到蛮耐做嘅插错，根本是无人睇下片。事实上，旧年太天同过后，一只学校就规则非常无用嘅，一只位所咪係未来客家研料愛去主要嘅場所。台中市校委會規劃本2期施工，第1期包含嘅土研料、客家文物典藏中心一道。第2期還有微量屋，還有客家商店體系，總費用按算大概愛13億900萬元。照統計，台中市客家人口大概43萬人，山上地區咩太普強客家清晰種嘅蔬菜，也台灣南北各有一隻國家級嘅綠隊，然後通路客家文化園區。山上嘅民眾並唔反對愛去太普嘅客家文化園區，不過對咁天初愛去土研料模看法並無共樣。像南埔佢有6隊嘅客家文化園區，北埔佢有通路文化園區，要爭開始落開幕嘛嚇，前幾日要爭開幕。中埔冇代表客家國家級嘅所在嚇。每個人看人過來咧，就挖山洪、挖河壩，那麼它的面積的平坦的面積就不會很大，所以唔係講過土樓圍樓。對代表台灣啊，客人咧一個大嘅建築物，嚟以外工人嘅看法咧，台灣咧30-8年咧，嚟印度唔咩人咧，但是佢面向態度較別好。台中市政府要當清楚，無論係土樓、岩樓，也係視覺樓，都唔係台灣自家發展出來嘅人家建築形式。青島搶做的講係大量面向一種基礎文化，而潛在源頭嘅目的係冇忘本。台灣冇咧土研料不過台灣咧東西三鄉地區原來太埔嘅鄉鎮啊，嗰啲廣東嘅太埔有真有名嘅土研料，像嗰啲花二樓都係一個真有名嘅研料啊！你們看人帶嘅代表性嘅呢個建築物呢，應該係三合院，你係300年來。它是個共同屬地嘅所在。那麼太多嘅土樓、園樓，那是原鄉我們看得到，台灣看唔到。當然你要去客家園樓咁啊，真多人要上任啦。反正講客家冇一天嘅園樓啊，要像要圍龍屋啦因為客家像東西真多人都講，佢係客家貨房啊貨房，係咩嚟計嘅貨房啊咧？其實你係一個客家嘅意象啊嚟啦，園樓都係代表客家嘛。到底同台灣樣嘅建築，將代表嘅客家咯，三合院做係，好多人嘅共樣係同三合院啊，也係多數講對福建、廣東使到台灣嘅共同記憶。同樣嘅道理，就算同大量影響，原來沒冇天初完全代表嘅客家。到1999年，中國係用福建土來嘅名義來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一般讲的福建土料，其实咪同时包含的闽南土料、和客家土料，总数量大概有3000人左。因为我总觉得东势客家是我们大埔客家，我们客家的乡亲，我总觉得不是我们的东西，硬要移到我们台中来，然后说这就是我们东势客家文化建筑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我总觉得以假要来作为真。我们这几年很喜欢用中国闽南或者是粤东的所谓的客家土楼、圆楼、方楼、永定方楼来做我们的这种客家文化的一种代表。其实它变成一种文化样板，文化样板，因为这些的东西不产生在我们的土地里头了。土料发展有其特别的历史背景和神话经验。原来闽南遇到炎炎的山头，中国16年来动土战乱，因为需要对抗山崖野出了强土，才会起一种形式特别的人家建筑，韩国都会用泥同石头种出来的。不过行人到台湾就不是安容易对抗的，因为来到台湾的防御条件完全不同了，就整个在台湾从清领时期。各个族群之间在开垦台湾的土地好，其实有一段时间它慢慢在地化，所以他们是用集村的方式，用聚落集村的方式来做，然后个别的家族其实是变成用三合院。到台湾每无抢原料的建筑，交通太好的客家学院做一放原料的雏形。到9年过后将起过的董事高工，没有在风毛来原料建筑。一道做俾人讲係改良過嘅原料，像因許多咧梅州啦、福建啊，有真多所在，佢總係用鹽來建築。像頭嘅梅州嘅所在嚇，佢嘅廣州嘅所在，就當到里關總係用鹽嘅方式嚇。東勢高工呢，在9.1地震的時候呢，因為全校的校舍呢，倒了大概60%的這個建築物當初這個建築的規劃呢，它希望融入東勢在地的客家文化，所以我们的这个建筑的规划呢，在行政大楼部呢，它把它规划成作为所谓的圆楼的这个意象，那希望能够跟我们在地的客家文化能够结合在一起。除咗原料同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嘅第二期，台中市政府咪規劃起客家貨房嘅微量屋。咱下一擺咱就機會，就嘛多園區來起了3合院、4合院，那個圍龍屋，客家的商店大街來做一個對照對比安尼啦，表示安尼客家人來進行啊。如果我們今天硬要把土樓拿來當成我們客家的一個代表性建築，那我們能不能再深一點、再深入一點去了解，除了土樓之外，我們有沒有真的更好的建築來代表？我常舉例苗栗的客家大院，其實它是重新創造出來的但是它也不是圓樓，也不是土樓。客家的文化園區其實有一個簡單的迷思，是認為說好像我們客家人要特別的集中在某一個園區裡頭，我們客家人的文化才得以張揚。其實並不是只有這樣，我們應該把客家人真實生活的環境要保存下來。像五溝水，像水碓，像桃竹苗有很多的這樣的一種三合院。台中市有一道有代表客家貨房也係起落，比如講水碓，佢同南屯有300年研究嘅。做得講係台中市遷做一隻客家總頭，不過像安陽一隻總頭，今年4月咧向市政府申請起落電料價下，最尾才講係先簽填來討論。文史工作者當時將原料要從產鐵老大屋嘅起個新嘅開發方式。客家人很早就來到這個算是很肥沃的一個土地的這個地方形成的一個聚落。那各位如果去到水碓聚落去看的時候，它已經沒有很強烈的防禦特性了。那是什麼意思？它已經跟這個土地跟相關的
的族群，其实已经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在这边聚落登录最后一个关卡，在文资审查的时候，所有的委员要求这边要有共识，才有可能成案了。可是我们来看到公部门花10几亿的客家园楼是不用有共识的。总共原来喺政策讲爱起嘅硬体建筑，唔係大家愛起嘅平民百姓嘅狀態。政府希望有功能性，我有呢條功能咯。一般來講，做發通嘅場地，留觀光留了。講實在，三項地基啦，真倆欠缺啦吼，倆太險嘅所在啦，攀倆太險嘅發通啊吼。啊那就是甲安尼發通，唔講講普通時時甲倆當地嘅居民來互動，啊那來觀光客來到兩要嘛要真好留了嘅所在啊，實在講安尼目標啦吼。因為東西你睇目前冇動態型嘅旅館，嘛冇靜態型嘅飯店，啊你客家人就要按塊嘅面積起放咗了後，是得來做有飯店啦、旅館啦，不管係食啦、住啦。住啦、行啦，哈，綜合就是個行牆哈，是帶動所有嘅觀光客來到咱的台中市。重點啊，變到推動咱的太埔卡文化上，啊像安尼落去呢，迄咩是咧無因太埔卡鄉親來接受，哦，啊結合咱的客家文化館，結合咱的觀光事業，啊來呢對大陸、廣東也好、福建也好呢。陸客來台灣呢，我們形成一個大埔客家文化的特定路線。按多年來，台中市陸續起動多大型展館，比如講企鵝館，不過政府嘅財源有限頭，有對幹啥已經有 OT 也係 BOT 出現嘅想法。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未來要想像安樣嘅規劃。土塬路文化園區吼。畢竟係一個文化事業啦，文化事業要賺錢可能有較困難。啊，嚟剛開始，咱可能政府來出錢出力來去。啊，嚟下一擺慢慢啦，有一天啊規模有啲上去了，啊嚟慢慢嚟轉型，可能用OT 嘅方式啊嚟委外出去吼，可能安尼嘅方式係咩時代來進行啊嚟。台中市已經有太多的硬體，然後都要採 BOT 的方式或是 OT 的方式。我一直懷疑啊，我們有那麼多廠商願意來 OT 嘛，願意來 BOT 嘛，這個牽涉到我們的未來的盈利性。除咗台中市包含新種苗栗，都想起斯拉布嘅原料，係講像係單純嘅硬體投資，三無文化內容，強怕還係會變做門嚟講。就我了解，台灣目前有幾個縣市可能也都在有要做建造土樓這樣的計劃。那我們東勢客家的土樓，究竟我剛剛講的內涵是什麼？內容是什麼？是要針對我們客家鄉親的文化保留傳承來做，還是純粹為了一個觀光發展來建造？這個我覺得定位要很清楚了。你如果說全國有一個國立的文化園區，也許還有可能，可是其他的呢都很容易變成文資館。好啊，何況現在是這麼多的都想要這樣來辦理。好，他老實講，他沒有辦法去支撐這樣的一個軟體，也得不到這樣的一個吸引力，去吸引外來的觀光客來親近我們客家文化。我覺得這個會非常的可惜。如果我的小孩，如果因為他的規劃不當，我的小孩沒辦法在這裡的老樹底下這樣子，你看盪秋千玩耍。如果他們失去了這樣的一個回憶，那多可惜。喺講調嘅用一嘅未來，延續嘅將來，台大陸原料係上面文化一部分，台灣嘅行業有7家上面文化同係嘅形式。太埔客家頭擺到台中累積出來嘅建築精神係乜嘅呢？人家啲唔係原料。今日台中市做的是13億元來打造原料，下一擺其他縣市要做的是20、30億元去一隻行較大原料。問題係1000單冇生發功能嘅服務嚟原料，叫代表台灣客家乜嘅呢？以上錄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枝，感謝大家嘅收看。下禮拜除了繼續深入了解客家教育，還會帶大家去看台中新沙上強推廣安全食材嘅調菜式知識奉茶計劃，我哋再會。